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8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0篇第1到第8节，22节到23节，以赛亚书第9章第8节到第17节，罗马书第9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选民。基督徒因为已经认识上帝，就被称为选民，所以他们认为无论如何，上帝一定会保守，这是选民的想法。这样说其实是正确的，也可能不太正确。原因是我们看一下摩西在出埃及记的记载当中有这样提到，他说：“于是上主从摩西的面前经过，宣告说：我是上主，我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主。我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。我应许，我坚守我的应许，直到千万代，并赦免罪恶过犯。但是我一定要惩罚罪犯的人的子孙，直到3、4代。”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以及以色列人，是为了要赐下他的救恩给选民，那选民就必须要以更严格的标准来审核他们。雅各书第2章17节这样说道：“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样就是他的罪了。”换句话说，选民的罪更容易是显明的，因为选民领受了上帝的恩典、诫命、教导，应该要知道上帝的呼召，更应该要去实践，而不是选择违背。施洗约翰也是这样的，跟法利赛人、经学士来提，他说：“毒蛇的种类啊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上帝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，丢在火里。”以赛亚先知这样的对以色列人宣告说：主已经对雅各的子孙，对以色列国宣判，全以色列人所有的住在撒玛利亚城的人都要知道，上帝已经这样宣判了。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，以赛亚这样的宣告：他们被赶逐到恐怖的黑暗中，他们再也找不到逃脱患难的出路。虽然如此，上帝仍然赐下救恩的应许。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到第7节，以赛亚先知预言将有一位未来的君王，
但是条件是以色列人必须要愿意接纳，并且要依靠他。如果上帝的选民都如同先知约拿一样，如同那一些自以为无论如何上帝一定会拯救他们的以色列人的话，上帝将会惩罚这一些选民。圣经说，他们骄傲自大地说，砖房倒塌了，我们在造石屋；杉木做的梁断了，我们在换上好的香柏木大梁。所以上主鼓励他们的敌人来攻击他们。叙利亚人在东边，非利士人在西边，都张开嘴要吞灭以色列。尽管如此，上帝的怒气没有停息，他仍要举手责打他们。虽然上主万军的统帅惩罚以色列人民，他们仍然不悔改，不回到上主的面前。上主要在一日之间惩罚以色列人的领袖和人民，他要把他们的头尾都砍掉。年高而有声望的人是头，胡说八道的是先知是尾。原该领导人民的人，反把人民带到歧途，使他们更糊涂。因此，主绝不放过年轻人，也不连续寡妇和孤儿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无法无天，讲的话都是愚昧。尽管这样，上主的怒气并没有停息，他仍然要举手责打他们。就如同罗马书第2章11节保罗所说的，上帝不偏待人，上帝赐下救恩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，降雨并且赐下阳光给义人以及不义的人。这个目的是为了要使人与他建立良好的关系，使人悔改得蒙拯救。保罗给罗马教会的书信这样提到，我并不是说上帝的应许已经落空，因为以色列人不都是上帝的选民吗？亚伯拉罕的子孙也不都是他的真女儿。上帝曾对亚伯拉罕说，唯有从以撒生的才算是你的子孙。这就是说，从自然生育过程里面所生的，并非就是上帝的儿女，唯有从上帝的应许所生的，才算是上帝的儿女。因为上帝的应许是这样说的，这个是信心之子啊。那信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信心的意思就如同在雅各书第2章14节的经文所说的，他说，我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有人说他有信心，却不能用他的行为来证明出来，那有什么用呢？那信心能救他们吗？因为这样子能够用好的生命行为来见证自己所得的救恩，那么这样的人就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的选民。然而那些在血缘上的选民后代不一定都是选民。保罗这样说道，因为以色列人不都是上帝的选民，
亚伯拉罕的子孙也不都是他的真儿女。谁是上帝的选民？谁愿意听从主诫命，愿意跟随主的脚踪，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基督徒？诗篇50篇第1到第8节，22节到23节。上主大能者上帝发言，从日出到日落之地发出呼喊，从最纯美的壮丽的锡安城，上帝发射光辉。我们的上帝要来临，并非默默无声。他的前面有烈火，他的四周有暴风。他传唤天地作证人，为要审判自己的子民。他说：召集我忠贞的子民到我这里来，就是那些用生计和我立约的人。诸天宣布上帝的公义，上帝自己也是审判者。上帝说：我的子民啊，听我要发言。以色列啊，我要控告你们。我是上帝，是你的上帝。我不是为着你的生计责备你，也不是为着你不断献上的烧化祭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因着信心而被称义，因着相信而被上帝接纳，成为他儿女的身份，因着信成为选民。求主帮助我们与你建立亲密而且合宜的关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